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台湾文化兼生活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K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咱们K广播电台 FM89.9 播出。刷落来，咱们进行第2点钟的节目单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伫人生舞台顶，除了谈三每一出戏剧的咸酸苦涩、汤甲蜜甜故事以外，阁有上个贴近咱生活的音乐，嘛是生活中袂使欠缺的心灵响应。音乐毋但会使反映现实的情景，互人类有无共的生活体验表达。更加是反映时代具体民间文学声音流传记录。若是这个曲调演唱，透过主角本人口耳相传，讲出家己学习创作的经验。咱上水的台湾文化美丽之声，就是未来国际上界展上好的名声。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邀请到这位贵宾，本身是一个医生哦，伊是真侪查某人的救星。咱若要生囝的时阵，上界需要张调营先生的吉祥手。惠阳邀请伊来咱的节目当中，请医师来分享这个医手转变成做音乐的杀手。听伊的音乐人生故事，听这位真正深爱音乐的医生是安怎来推动音乐城市。相信今仔日的故事一定会让咱特别无同的感触。听故事进前，咱先听一段音乐。刷落来，这首歌是伫张医师的音乐人生专辑所提供。这首自迄时拄着你的演唱。也是对张医师因的家庭音乐会所录制。音乐回来了后，就开始咱的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的单元咯。前世注定的命，咱两人相相，你满满是菜吃花的田怀中，虽不知伊的风名，但是永远留着你的心。你是我当的心。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咱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咱邀请到的这位贵宾，伊本身是一位妇产科医生，但是对音乐的推动，绝对是值得咱敬佩、肯定甲学乐的。今嘛，咱就邀请张兆英医师和咱空中的好朋友爱说主张医师，看阮空中的好朋友安尼讲一声好，敢好？惠阳老师，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医师你好哦，足感谢你安尼请无闲吼，对生涯来到阮十门溪广播电台，来接受惠阳吼，安尼甲你请教你的故事。头拄你有推荐一首音乐，空中的好朋友。头拄恁听的这首音乐，就是来自咱的张医师。张医师，这首音乐是你的演奏曲内底，敢是？这首是伫今年的2月21日，我的一台真名贵的钢琴，全世界唯一一台的钢琴，我借新营市的文化中心。第一场启用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邀请世界有名的迄个钢琴家Lucas 卡明太太，伫新营文化中心表演。因为这首曲是我指定要来表演的，伊个张医师指定的。这首是世界，会使讲是全世界上困难演奏，但是上好听的一首钢琴协奏曲。协奏曲。这个钢琴家吼，伊第2月演过这场音乐会了，其实是演奏2场，一场是伫斗六，一场伫新营。伊最近得到全世界一个国际的大奖，这个大奖是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的迄个音乐会比赛，音乐比赛伊得到冠军。伊比赛嘛是用这首曲来做伊比赛的决赛的迄个曲目。这首是迄个俄罗斯的迄个钢琴家拉赫曼尼诺夫写的一首第3号的钢琴协奏曲。是一首真好听，真好听。恁大家拄则听，你就知影讲这一台会当做，会当互人做陶醉的一首曲。有啦，真正足刺白，尤其音乐会当互咱的这个心灵，安尼足放轻松。伫咱心情啦，我做的时阵听一个音乐，起码子就 spring 样对不对？哇，感谢张医师，遮尔好北长台湾这个音乐，安尼已经行到国际化呢。是咱各位空中的好朋友，恁今仔日现场有影来无欣赏到国际级的演奏曲张医师，我要甲你请教一下伫这几年来差不多20多年来伫校阁有伫寡所在兴建着音乐馆，阁有成立着音乐班，伫新营地区阁有几百场你的迄个家庭的演奏会啦，也是有公开的阁有一部你的音乐人生的专辑。对这个音乐的痴迷，互你遮尔投入，敢会当请张医师讲你这个故事，佮经过，互咱空中的好朋友批判一下。是我这20年来会使讲是除了看片以外，我有足侪时间投入这个音乐的推动，音乐教育，含音乐的欣赏的这个活动。足侪人会想，张医师恁爸爸敢是有咧做医生无你遮尔对音乐遮尔投入其实阮兜是伫新营的菜市仔内底，阮爸爸咧卖海产。但是可能每一个人对音乐，还是讲对伊周遭的事物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同款。我是对文学、对音乐加足有感受，真细汉。可能我就有这个对音乐有特别的感受，所以讲，伫小学的时阵阮小学6年的一个老师互阮一个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迄个时阵我就写讲，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音乐家。音乐家是，迄是我小学6年的阮老师的作文题目。迄个题目我记得足清楚。即摆来回想我迄阵写的作文题目是咧讲起来嘛有一点仔好笑。其实
我对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的了解，其实是真有限。但是从我有印象的时阵，我对音乐就有真大的兴趣。若要讲我甲音乐的渊源吼，足侪人问我讲，啊，你若用遐济的钱啦，啊，种时间来成立音乐馆，去音乐馆，这要讲起来是爱讲到50当前哦。50当前哦，50当前，我伫小学的时阵，我民国55年，我伫新营市的新民国校读6年的时阵，阮有一个老师吼。郑其章老师，伊对阮的，阮迄阵因为爱考初中嘛，爱考试，所以迄个时阵吼，阮上课拢有那真严格，就是讲阮有那个补习吧，迄个时阵还有补习。阮迄阵透早6点就爱入去教室上课，上到阴暗8点，才要放学，所以一日炸2个便当。啊，阮迄个老师相当的认真，但是真可惜就是讲，阮迄个老师伫我读嘉义高中的高1的时阵。伊就带学生去新营国校，看一个展览的时阵，啊无去有一个囡仔为2楼甲一个砖吼，摔落来，啊怎好死毋死都磕着伊的头壳，正重啊，所以讲哦，过2天，阮这老师就因公殉职。国校是拢做班长嘛，啊，所以讲我就带阮同学去伊的去参加公祭的时阵，我就感觉真艰苦。我就有一个志愿讲，后日我若阵有成就的时阵，我要去一个纪念馆，来纪念阮这个郑老师。刘医师，我听一个，我嘛足感触的。原来这背后有一个遮尔互人感动的故事。咱空中的好朋友。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伫室外音乐会的演唱是由着2个组囡仔翻唱严英玲老师所唱的歌曲，坐着希望驶向思念的公车。咱即马就来收听这首歌，等下咱较来听张医师感动人的故事。心光机，出外的头路两路靠家己，静静的休息，暂时放一边。砖头老咧的老厝汉，阿爸讲3年咧就要听。当初斗阵的青梅竹马，如今变做别人的阿娘，坐着轻放山乡思念的公车，爸爸的山那随阮行，坐着轻放山乡思念的公车，到站的所在有人在等我。出外的头路拢着靠家己，静静的休息，暂时放一边。砖头老的老厝汉，阿爸讲3年咧就要听。当初斗阵的青梅竹马，如今变做别人的阿娘，坐着轻放山乡思念的公车，爸爸的山那随阮行。坐着轻放山乡思念的公车，到站的所在有人在等我。坐着轻放山乡思念的公车，爸爸的山那随阮行。坐着轻放山乡思念的公车，到站的所在有人在等我。到站的所在有人在等我。到站的所在。有人在等我。
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咱有啥物代志，互咱心惊惊，咱拢毋免惊。感谢今仔日何惠荣邀请的这位张医师，伊用着伊人生的这个音乐的故事。他拄安尼听到张医师咧讲到老师的这个故事的时阵，原来伫遐尔啊侪音乐会内底有听到遮好听的演奏曲，就是感情生命演奏出来的。张医师真正足感谢你的，今仔日惠荣真正足有福气，啊嘛足荣幸的，会当邀请到你来上电台，分享到你这个感动人的故事。纪念这个老师的时阵吼，投入遐侪啊金钱，啊，搁你的青春岁月，有办过足侪音乐会。是音乐会，你敢有特别倒几场，还是有倒几首歌？你想要伫咱的节目当中做一个分享的无？我继续来讲迄个新民国校，阮老师吼，迄个时阵，伫民国79年，我倒来新营开妇产科吼。啊，我迄阵拄做校长会长。啊，阵拄教育的2位科长吼，啊，佮含陈庆来议员，伊要请伊新的国校的老师吼食饭，啊，所以阮就做伙食饭。迄个时阵，我就甲迄阵台南县的教育局的2位科长王阳志，吼，啊，佮黄旭信吼，伊尾也是做咱台南市即摆台南市的教育局的副局长。啊，我就甲讲，我想要帮阮郑老师去一个纪念馆。迄个时阵，我起头是想着讲要来去图书馆，啊尾啊咧聊天咧，就讲着音乐，啊就讲咱台南县迄个时阵拢无音乐的迄个资优班。对。我阵就想，啊那安尼，我不如来关一个音乐馆。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咱台南县第一间的音乐的资优班。是。啊，所以讲，大家感觉讲安尼真好，因为我迄阵。我本来是按算讲要捐500万要去一个图书馆，我到尾想想来讲，这可能要去音乐馆，可能爱较济钱，所以我尾也着捐1000万。因为1000万要去一个音乐馆是无够，一部分尔。啊，咱的县长陈龙山，伊嘛真认同这个行动，所以县政府着加出3000万，所以到起做4000万去一个音乐馆，当一成立咱台南县第一间音乐资优班。啊，佮过2冬以后吼，咱的国校毕业的有3年的到6年学生，毕业的前2冬，我就想着讲，啊，咱国校毕业了，咱嘛有需要一个国中来衔接这个音乐资优教育。是。所以伫隔壁南市国中，我着搁捐另外捐500万，搁去南市国中的音乐馆。音乐馆。咱这2间音乐馆吼，到目前为止来讲，会使讲是全台湾。设备上介好，而且是专门为这个学音乐的囡仔量身打造的音乐馆。设备啦，比足一大学的音乐系更较好。所以讲，经过到即马，咱拄今年到今年拄19年吼。明年我要庆祝20年，台北差不多300-400个迄个音乐的迄个人才啊。除了这个音乐班以外吼，阮伫新营嘛，跟一寡爱好音乐的朋友吼。即个叫做台南县新营爱乐协会、爱乐协会，阮跟新营市公所合作，每2礼拜办一场音乐会。每2礼拜办一届的音乐会，所以讲，阮就拢固定2礼拜办一场，伫迄个公园啦，社区，一个广场。是。阮咧2礼拜办到尾啊。民众愈来愈侪，大概都拢安尼300-400个观众来听，有人牵狗仔来啊，规家拜咱音乐安尼，大小小安尼来遐听音乐会。阮的音乐会嘛是拢真多元，大家拢是大家爱听音乐。开始互咱新营的迄个观众民众会当接触这古典音乐。当然，阮的音乐嘛，毋是干那拢古典音乐啦，嘛足侪合唱团啦、国乐啦、嘛布袋戏啦、嘛各种的迄个。音乐的活动，嘛有放电影的影片，足精彩，世界有名的影片。所以阮就安尼陆陆续续办差不多300场的迄个户外的音乐会。尾因为阮办了上成功，所以伫新营县市政府市公所兼文建会，就起一个户外艺术广场。阮就固定伫遐办，办的尾阮怎慢慢伫迄个新营有一个天歌湖。因为阮2礼拜办若拄着热人的时阵，就风台啦，就雨，所以阮就改做伫秋天变做仲秋音乐会。所以讲阮就连续6礼拜办，
啊，连续办10场，就是讲为9月办到11月。你著等于说，你讲伫秋天9月到11月9月到11月，吼，连续咧办几场？连续逐礼拜办10场，我一届就办10场的节目，就引诱大家观众，啊，大家就知影讲啥物时阵要办啥物，要有啥物款的表演节目。哦，所以讲观众就足认同，所以讲新煞甲阮新营上水的景点天歌湖做一个介绍。另外伫阮病院，我嘛有起一个音乐馆，起一个迄个音乐馆伫阮顶楼，阮有一个病院的楼顶啊，音乐馆。阮楼顶有一个全世界上介好的音乐馆。这个音乐馆毋是讲音乐馆偌大，但是阮有一台世界上介好的钢琴，这台钢琴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台。这台钢琴是意大利的有名的迄个钢琴的工厂，叫法吉奥利的钢琴的工厂。敢是？这台琴是为了纪念公元2000年特别甲意大利定做的。这台琴是红色的，琴的迄个挂拍开有一把足水的迄个图伫迄个做伫迄个琴盖顶面。而且这个琴是因为纪念琴，所以内底用的材料拢是世界上介好的材料。这材料跟世界有名348当前的迄个斯特里瓦里机密收藏的款小提琴，一台有当时啊拢几啊亿的，共一个山区的木材。所以，阮这个琴是世界上名贵的琴，因为这木材的材料真好，所以这个琴的迄个穿透性真好，所以声音会当传足远。所以讲，这台琴目前是嘛算真世界上好的钢琴。是，刷了这首家庭演奏曲，演奏的是苏桂红。除了有艺术因的家庭演奏曲以之外，阁有咱怀念的凤飞飞的声音哦。咱即马就来收听到家庭演奏会，加到凤飞飞的苏桂红。春天花真清芳，双人心头坐叮当，有话想袂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倒一项，敢也有别项，肉文笑，目睭讲，你我恋花处处。夏天风真轻松，双人坐准袂有讲，有话想袂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倒一项，敢也有别项，肉文笑，目睭讲，水地里头煮煮。秋天月照西窗，双人相好有所望，有话想袂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倒一项，敢也有别项，迄肉文笑，目睭讲，水遁胭脂煮。
重，有话想袂对你讲，不知通也不通，倒一项，敢也有别项，目文笑，目睭讲，大照面色自红。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这个心声本身伊是一个妇产科医生，这个医手啊，正做音乐的杀手张医师。他拄仔咧讲着因这个楼顶有这个音乐厅吼，费用吼嘛足爱听音乐。啊，他拄仔听着张医师咧讲着投入的心血爱心医治我。张医师吼，你既然演奏遮济歌曲，啊，而且吼你的音乐人生内底吼，哦，费用佫有看着阮老师黄吉林老师的歌嘛，佫有迄个朴树吼，南海朴树。食安通老师的歌曲，遮尔济歌曲内底吼，底有一首叫做《美丽的生涯》嘛。这首歌敢若亲像是梁医师你写的，敢是？是啊，这首歌是伫7当前，我拄有上希望讲甲新娘要打造一个音乐城市，是，所以讲专写一首《美丽新娘》。啊，感谢安东老师，我做伙来写歌词。我甲我咧推动音乐吼，咱拄则有讲到天歌湖，还有讲到迄个南明立德心，就是咱所范伫馆长，伊甲新娘公园打造变成一个南明立德心。是，我著甲新娘4个上界有名的景点。哦，除了咱拄则讲天歌湖、南明立德心，啊，搁迄个太子宫，啊，搁咱的西部迄阵。秋天过拢有一个花海吼，嘿嘿，这是新娘的4个景点，就种新娘的特色。啊，过来就是讲，我希望讲新娘是一个上个清气、上个健康的城市，对，音乐城市。因为新娘是安讲有条件做音乐城市，因为新娘有文化中心，啊，搁有新民国小音乐馆、音乐班，啊，搁南市国中音乐班、音乐馆，哦。啊，所以讲，阮已经10几年来一直咧推动音乐欣赏的这个活动。我希望讲甲新娘打造变做一个音乐城市，所以我就写一首《美丽新娘》。是。啊，这美丽新娘，我跟谢安通老师共同来写这个词。是。啊，曲是高雄一个真有名的迄个作曲家陈武雄老师，真客气啊，真谦卑吼，啊，伊嘛足热心，为着写这首曲吼，阮安尼来去高雄，甲伊讨论几啊摆。哦，啊，这首曲写了相当的好。是。啊，尾仔我甲这首曲搁整做一个室内乐的版本，啊嘛有一个爵士乐版本，啊嘛有迄个独唱的版本，啊嘛有合唱团的版本。独唱我伫3当前，我60岁生日的时阵。我有办一场音乐人生，这个等于讲生日的纪念的音乐会。是。啊，请汤慧茹老师、汤慧茹教授，伊是高雄师范大学的迄个音乐系的系主任，国内会使讲是数1数2的迄个声乐家。是。我邀请伊来唱这首《美丽新娘》。啊，阮新娘一个新韵合唱团。是。啊，甲阮医师合唱团，啊，搁陈武勇老师因有一个红目夹合唱团，啊，搁甲麻豆嘛一个麻豆爱乐合唱团。爱乐就是朴树的爱乐，敢是？毋是，敢有共无共？朴树迄是台南市。哦，迄是台南市。啊，麻豆嘛有一个陈老师，陈校长因组立一个麻豆爱乐的合唱团，因嘛拢捌来新娘唱过一首《美丽新娘》。这首歌对你来讲，应该是你上介介意的这个歌曲咯。这首歌甲我的对新娘的期待写到伫写里内底，所以讲我嘛会当简单来唱。哦，赞！咱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咱下迄个耳孔吼，会当安尼来享受这个马声吼，这个清唱的声音。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迄个张医师为咱这个演唱《美丽的新娘》。有一寡重复的，我就莫唱，我就简单唱吼。是。其他我就是用美新娘4个景点来介绍。啊，过来讲，我希望讲新娘是一个上清气的所在。是。爱咱这个新娘。我来唱啊，大家无起验吼。天高景色真迷人，
太子宫顶头长长滚，西部的花海水荡荡，达灭了道心好名声。这是上清气的所在，这是上水的信仰。咱来做伙伫这，迎着快乐的音乐声。咱来做伙伫这，唱出美妙的歌声。这是美丽的信仰。这是美丽的信仰，咱爱咱信仰，咱爱咱信仰。歹势，赞赞赞！来去信仰，互咱的这个热情，随时热情紧来行，哦，行起来呀，行起来呀！哦，这真正听歌的时阵，就会当感受讲吼，这个生涯伫张医师你安尼来甲伊打造经营的时阵，真正拢有迄个文学、有迄个音乐的这个氛围啊。我伫最近有做一个 DVD、CD， 甲我最近20年来所办的400场音乐会是是。包括室外的300场，甲阮私人的演奏厅的家庭音乐会100场，甲这400场内底我经46首，我认为上好听，逐个上届会当听会落。有足侪对古典音乐讲，哇，这我也听无啊。但是你只要有听，你会讲，哇，古典音乐哪会这么好听？是是。其中美丽新娘这首我有放伫内底，这是我3年前60岁生日的时阵，请汤慧茹教授伊唱的，唱了相当的好。这首美丽的新娘是由着谢安通老师甲张医师两个共同合作的哦，写出着对故乡侪侪的感谢。这首歌曲非常值得咱大家来欣赏，欢迎大家同齐来收听。世事听心声，人生舞台美丽的生涯真正足好听。张医师，
哦，这歌曲吼，真正会当互人感触讲对故乡的这个延续的这个爱，因为你做妇产科的医生嘛，吼。啊，在你医生的观点啦，吼，囡仔啉巴肚来的时阵，胎教吼，胎教嘛足重要的。要培养一个囡仔学音乐，这条路拢足辛苦的。培养想要甲你问讲，你伫推动音乐的过程，敢有感觉讲，即咱台湾对咱的音乐教育有做了啥物？学音乐的囡仔有啥物好处？音乐会当改变一个世界，哦，嘛会当改变足侪人的迄个生命。其实咱孔子啊，伫2000几年前，伊就讲过一句话，伊讲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改变一个社会的风俗，上介好的就是用音乐。啊，西洋的迄个哲学家尼采就讲，世间若无音乐，咱活的是世间是一个错误。咱知影委内瑞拉有一个著名的教育部长吼，伊叫做艾博鲁，伫最近差不多20年来推动一个叫做系统教育。这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委内瑞拉是一个产油的国家，照理讲因应该真有钱，是，但是委内瑞拉是一个贫富差距足悬殊的，善车人占大部分，所以讲因的少年囡仔有足大部分是去贩毒，啊无就是犯罪。这个艾博鲁看到这个现象，伊就真痛苦，所以讲伊就甲政府建议讲，把石油卖的一部分摕出来推动音乐，所以讲伊就用这个基金，然后找足侪老师，啊买足侪乐器，或者囡仔免费提供因师资，免费提供因乐器，或者本来流落街头有可能去犯罪这囡仔，互因有机会去学音乐。这10年来嘛，栽培足侪世界级的音乐人才。上界有名就是大家拢知影是杜达美，伊即马是伫洛杉矶的迄个交响乐团做指挥。啊，所以讲吼，推动音乐，甲本来有可能去犯罪，可能会以感觉做一辈子大的所在，才会足侪少年囡仔改变因的生命，全世界大家拢开始咧向伊学习。其实我迄阵要推动音乐的时候，嘛希望讲伫新年会当做即种的代志。是。拄则咱惠阳老师咧讲，学音乐的囡仔到底有啥物好处？因为咱即马足侪家长拢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学囡仔学一个才艺。是。啊，其实咱的教育制度嘛是希望讲，逐个囡仔拢会当学一种乐器。啊，学音乐对囡仔上介好的一个好处，就是讲吼，这囡仔会当训练伊的专注。哦。因为你咧学音乐吼，你要甲这音吼会当弹奏出来时吼，你一定要相当的专注。尤其你若准是讲跟其他的人做伙咧演奏，就是讲钢乐团咧演奏的时，毋是干那你甲你的音乐演奏出来，是你要去跟别人搭配了真好。所以讲这是一个足无容易的代志。这是训练囡仔，除了专注以外，伊会当训练囡仔跟别人的团队合作的，这是对囡仔一个足好的教育。是。啊，拄则咱惠阳老师咧讲，就讲咱即马，咱的台湾的音乐教育，感觉讲，有一寡失望，就是讲，一向像阮较早，我伫家己高中读册时，阮的音乐课老师拢真认真咧上，但是咱的音乐教育上界欠缺的，就是讲。无教咱安怎欣赏，教咱唱歌，会教咱一寡简单的乐理，但是无教咱安怎欣赏好听的音乐。啊，所以阮即马就是咧推动，即安怎欣赏古典音乐。啊，所以讲伫阮病院，阮逐礼拜办一场古典音乐欣赏会，阮拢总连续办9年，拢总办431届，拢无啥物长。阮有一个老师，甲世界上好的演奏会。演奏家的演奏厅，所有音乐，包括歌剧啦，什么交响乐啦、室内乐，摕来遮，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讲，阮感觉讲，逐个拜二的下昼，阮就感觉讲，哇，是一个足期待的一个时间。但是咱足侪学音乐的囡仔，学好足侪为国外摕着博士转来，但是感觉讲，敢若找无头路。即马咱的制度。敢若足侪老师较少学生要去学音乐，所以讲这老师就无学生通去教。是。所以这是整个制度需要来
改变。有足大的进步空间呐。是，咱嘛希望讲，咱的政府应该来重视这个问题，重视这个音乐教育。是。是。所以讲吼，伫这个音乐人生嘛是当享受这种音乐的这个洗礼。是，其实是。我有做一寡 DVD 吼，来送有一寡朋友。是。我其实有搁存100-200地吼，我就提供10片。哇！咱的电台听众朋友吼，大家来欣赏。其实你若准是讲对阮音乐人生有兴趣的时，这个 DVD 有兴趣，你只要上网为 YouTube， 你就能找到这片音乐人生所有的这音乐。是，咱这部已经来到尾声。感觉讲，看这个张医师咧开讲咧讲到音乐，时间拢有够短。希望讲后一回咱若有机会吼，会用邀请咱较过来电台分享到你的音乐人生，这样精彩的故事，敢好？好，最后吼，咱看咱的空中的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咯。再见！希望讲大家后会有期。在张医师提供的音乐人生专辑当中，这首春风歌声是偌济知心有慧少女心声咧。惠阳若听到这首歌曲，便是找找少女时代的感情。惠阳佮特别有着江辉所演唱的，加着张医师因的演奏曲来做配合。咱即马就来欣赏这首春风歌声。外面好光景，江水悠悠
今仔日张医师为着介意音乐，想要欣赏音乐的听众朋友，又准备着音乐人生专辑，互大家免费来索取。请卡电话065810551581，58105551，留下你的资料，费用自然会跟你联络。只有10个听众朋友有这个幸运的机会哦。名额有限，送完为止，请卡电0658105551，58105551。伫今仔日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费用邀请的张调营医师，甲张医师开讲了后，费用深深体会到咱的社会需要真侪为文化、社会服务奉献的这个无私的爱。亲像张医师伫病院成立一个演奏厅，要世界唯一的公元2000年纪念更新，放咧新营文化中心，是希望增加故乡音乐素质的提悬，用音乐正面的力量促成社会风气的和谐。这个不是上大心的音乐人生呢？咱节目来到尾声，感谢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来收听，期待伫后一回再过来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欢喜再相会。感谢朋友来收听空中文化传心声，多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欢迎大家每一个礼拜和惠阳做伙听台语、学台语，互咱的生活加添趣味和欢喜。我是惠阳，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期待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拜拜，再会咯。